那咱这边受到风台的影响，美国嘛受到强烈风台海伦的吞踏，因为东南部目前知影死亡的人数是已经超过90个人，而且有超过270万户也无电通用。因那另外一个季风状，伫一礼拜内扫过墨西哥2届，至少造成16个人死亡。 互强风吹倒的树仔，就直接降伫民家厝顶。2层楼悬的民家2楼全毁，涂骹拢是砖瓦碎片，还佫停伫厝门口的汽车挡风玻璃，互树瓦降甲逼去。 强烈风台海伦带来强风大雨，侵袭美国东南部地区，真侪民家拢毁掉。目前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涂骹拢遭互强风吹倒去的树瓦甲树仔，开车经过民众都爱想办法驶过倒伫车路的大树。路边的电火条啊，原来互强风吹甲全部电做火，造成真侪州断电。根据统计，而家有超过270万的用户，规个拢黑暗。美国能源部是讲，目前也无复电的时间表，而且有超过100个民众，所以因为行动电信的基地台受损，这种情况下，无法度甲亲友来报平安，甚至煞互人列作失踪的人口。Main issue is the electrical power because the whole town down, the traffic lights are out, so driving around, people should just stay home because all the traffic lights are out. 除了无电通用，海伦风台嘛造成燃料欠缺。伫南北卡有居民早起6点就出来加油，啊，毋过排队等3点钟才加到油。When you can't get gasoline, you can't go anywhere. You can't go buy nothing. It's just a scary feeling. 伫墨西哥民家拢浸伫水内，救援人员都爱坐救生艇甲受灾民众载去避难所，啊，佫有真侪居民吊伫断桥的另外一边等待救援。因为风台约翰伫一礼拜内2届伫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登陆，受到的所在出现大水河甲做大水，甚至引起土石流，至少造成16个人死亡。Necesitamos apoyo del gobierno, que nos presten una escalera más grande, que nos vengan a ayudar a regalarnos agua potable, agua de garrafón para regalarlas a la gente que está haciendo fila con este sol que está saliendo. 汽车带伫头来的居民用山条要甲挖出来，也有真侪居民伫有通门沟的车路要走退食物、加燃料，或者是等待救援。墨西哥政府是讲，因已经出动18000的士兵加救援人员协助民众撤离。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